好，3年，搞早吼。咱可能吼，我咧想讲是毋是找一本来读吼，专心来读较好。我实在我有时家己用读较多来袂记诶。要收起来。好，来，我的试读本抓对，好 ，OK 咱顶回，咱今日继续读这个量子力学的入门啦，吼。我看，迄个画面哪是伫咱我歹势看唔对吼，无代志。因为我封面还未改啦，我封面一直拢还未改。袂要紧，主要是我太无闲，我连 weekend 拢有时拢做工，我拄则加班到即嘛才转来。OK， 好，顶回读到这本量子力学的入门吼，前言吼，讲这可能无歹势，这可能无啥物通好摇移或者是讲领啦吼，感觉真 surprise 吼。量子力学和宗教进行吼，伊描述了宇宙的创造过程甲未来的方向吼，这量子力学吼，伊帮助咱去了解讲咱家己是啥物人吼，咱家己是一罪吼，而且呢，要信毋信在理吼，伊甚至阁会当知影讲咱死后会发生啥物代志吼，这我都毋知吼，到时咱看伊的规则吼。和宗教相像，量子力学并毋是完全拢无争议吼。虽然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理论，但是我捌看过物理学家为了量子物理学到底是按怎来解释宇宙运作来冤甲声嘶力竭啦吼，量啊大细声就对了吼，不可开交吼。不可开交，就量啊大细声哦，不可开交，来借问一下，不可开交什么意思？这有诶吼，你就是冤甲无法度迄叫做安怎？无法度透，无法度透嘿，冤甲无法度透袂开。所以你要翻译做台语进前，你首先你要知影华语这句到底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不可开交？咱就查一下哈。我看卖 Google。咱平常时吼，咱或者是讲咱较早咧学中文的时阵吼，其实有诶是真正是你完全无去理解讲。到底这每一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哦，OK， 不可开交，形容代志犯罪混乱，吼，或者是，答见到无法度
逃开，或者是无法度摆脱吼。所以就是你无法度通抽身，无法度通逃开啦吼，伤乱嘛吼。开当然不可开交的开，当然大家知啦吼。为什么搁一个狗哩？我都狗应该是个甜啦，就是搭甜做伙啦，不可开交应该是我。但是你可能你若对字典可能无都找着啦吼，你字典嘛应该袂一字一字小解，互你听规则互你吼。有来交一本伊啊，当然是简体啦吼。开是打开哈，解开；交是相错纠缠哈，所以就是无法度拍开纠缠搭建做伙哈，这是不可开交，这个词的意思哈。当然，咱会当直接翻译不可开交啦，都是不可开。当然，这不是台语的词啦哈，不过是直接。所以咱转来遮吼，讲即寡物理学家为了讲到底量子物理学是安怎来解释宇宙运作吼，玩甲大细声吼，无图通分出即个啥是真，啥是假，啥是对，啥是毋对吼。有人讲伊描绘了无穷尽的平行宇宙吼。描绘即个绘吼，我查者，当然即个应该是读绘啦吼。comment C。对吼，我这袂当copy，我再甲你拍。拢袂记讲这是 PDF， 当然袂当 copy。灰吼，灰社会迄个灰音嘛，港音嘛吼，灰就是位嘛吼。好，所以伊描绘了，即只伊是讲，有人讲伊就是指即个量子力学。伊描绘了无穷尽的平行宇宙。有人讲，伊伫物理定律中开辟出特殊的意识空间。开辟啦，我袂念啦，查看觅啊。迄个袂记。开笔吼，歹势，我拄则被读读毋对伊吼。开笔，这是大理大书顶有收即个词吼，文言吼，文言词。开笔吼，我查即个笔字，甘字典，开笔。敢若高字音尔吼，笔吼，笔开笔吼，笔就是破开吼，甲破开啦，破开，显出、导向、凸起，拢叫做笔吼。所以开笔是啊，就是显出。讲伊伫物理定律中开辟出特殊的意识空间吼。开破出特殊的意识空间啊，显出特殊的意识空间嘛，就开辟吼。有人讲，伊描述的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宇宙，咱的命运和未来伫咧大爆炸发生的迄一刻，就已经决定吼。但是无论是对倒一个角度来切入，量子力学拢是人类自我了解的自然的延伸吼。而人类早伫
若是人类呢，早伫几万年前就已经踏上即场自我了解的旅程吼。安尼讲起来，咱甲伊当做是智慧上的一个真真俗的小把戏吼，小把戏安怎翻？敢毋是真可体嘛吼？有时连中文出头改动作无啥会出头。嘿，哦 ，OK， 甲因当做是真一个叫俗的一个出头吼，廉价嘛吼。敢毋是真可体嘛？吼，这啥物意思啊？讲即个讲无论对一个角度切入量子力学，拢是人类自我了解自然的演示，就是伊是一个足伟大的过程啦吼。几百年前就已经人就已经行上即个路途来自我了解的路途，所以讲起来，我甲量子力学当做是咱咧自的顶回，咱顶回特别讲，伊伫咧智慧上用几笔啦，为一寡反好人吼，啊，就甲在场所有一寡物理学讲甲吓过吼，甲因就伊安尼就会当解释即个平行宇宙。当然，咱一直还未看你安怎解释吼。我会使讲一个感想，就是我读这款的新生能够量子力学，其实吼，伊拢是要甲咱讲。人毋是人，啊！要证明哦，做侪理论，就是证明人毋是人以上。证明讲人毋是人。OK， 其实哦，我做这几年才开始深入去了解。较早咱伫初中、高中读的即个物理学哦，其实真正有诶是真正读无透。比如讲，咱拢知影讲原子模型讲。原子核，原子的核心啦吼，原子核，伫那敢若一只狗遐伫譬如讲一个骹球场遮尔大的即个空间内底，一只狗遐，迄原子核敢若占迄一滴滴啊尔，啊，外口四色大部分拢是空的，啊，可能伫即个即个骹球场的上边啊，有一条即个。有一层啦吼，一层啦球形的，迄是电子伫遐出现啊，敢若合金股伫遐遮出现，遐出现安尼吼。所以对即个模型看起来，就是讲，一个原子组成你身躯的每一个原子，其实拢是空的，大部分拢是空的嘛。其实拢空的就对啦吼。但是为虾米你看啊，一个人确实实在？就是你所占的即个空间，你的身体拢啊占甲甜甜甜。既然你是拢是空的，比如讲摕一支针甲穿过，照你是对遮穿，对你身躯穿的就起来，袂去伤到任何物啊，因为拢空的啊才对啊。但是有啥毋是？OK， 所以拄则讲量子力学去到尾讲人毋是人，我毋知伊安怎去推论吼，但是真正你会当。伊会甲你的颠覆啦吼，华语叫颠覆吼，伊会甲你较早所明白的即个世界，规个拢拍破。你真正有时啊，你规个人会才忘记到底即嘛是发生啥物代志吼。比如讲，我对着提出即个问题，你问你的时阵，你可能都无法度理解。当然这是即嘛量子力学会当。解释的啦吼，这毋是无度解释啦吼，即嘛物理学是无度解释吼，而且是事实是安尼无毋对啦吼。这以后咱看读第吼。好，讲起着即个，伊写做阿宅的聚会吼，阿宅即个新书，这嘛是这几当才出现的吼，奥塔库这几十年吧。几十年嘛哈，奥塔库应该是这我袂记得几年前啊，可能十外年前才对日本传过来嘛吼。叫阿仔，奥塔库，奥塔库要安怎翻啊？或者是各位要安怎来创出一个台语词来讲阿仔？我敢若捌看人写过，但是我袂记啊，一时也袂记啊吼。
乌体，当然即个材，咱来查一下即个材诶。乌塔古是本来就是即个汉字对日文来吼。咱来看即个日文，即个汉字的台语的发音是安怎？哇！台语大书店竟然无收即个，毋是大书监理店，竟然无收即个，真意外。电脑台语大书店有收哦，一个我拄则讲体吼，触体体嘛吼，咱来看即个体字，伊讲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德维的触体。德啊维的触体啦吼，什么是德啊维的？第二种，第二个果实是种做水果等等的产地，叫做体吼。所以有例句，比如讲果子体、柑仔体、金蕉体，吼，这就是什么地、什么产地的意思啦。但是我毋捌听人安尼讲的，就是讲我较早对即个庄脚出身的，我对农村出身的，我毋捌听过吼，什么体吼。但当然你会使讲吼，果子体、柑仔体吼。第三个意思是种植水果等等的产地的助数词，譬如讲一体金蕉，一体金蕉毋是金蕉啦，一道地你种金蕉的，一道地叫做一体啦吼，一体的金蕉啦吼。OK， 另外三个词，一个是体门，就是触体的门；体神，就是守护触体的神；体地，就是触地吼；体地税，就是触地的税吼。Property tax 或者是伫台湾叫做啥？房屋税，这就是什么税？土地税吼。你会使讲体地的税啦吼。摕地就是宅地吼，厝地吼。那乌塔库咧？等下我查一下日语书店。乌塔库，乌塔库。第四，写做汉字是御宅嘛吼。为什么我伊无收即个需要？乌塔库，即个只收即个书店，无收即个书的款。收信啊？用 Google。otaku 源自日文，源伊是尊称对方的触体，是叫做 otaku，如今伊演变做专指对动漫，就是漫画啦，对即个游戏，对 game 啦，科幻等等特定流行文化有共热爱好，并且深入去钻研的人群吼。otaku 有体吼，你若直接要甲即个汉字摕来用，就是有体吼，有体。后来咱转来即个讲阿仔吼。讲到即个有体的词汇，安尼翻译起来，我相信迄个意思无啥物，各位可能感觉无够迄个气味啦，各位去家己去想吼。
otaku 看要安怎翻吼。讲起着 otaku 的词汇吼，就是咱顶回读的吼，顶礼拜读了讲因词汇吼。我应该讲一个啊 Bob 吼，就是顶回讲迄个主办人吼，叫做 Bob 吼。我应该讲一下 Bob 因兜迄场聚会的几个月进前，我有参加另外一场聚会，地点是伫咧 Toronto 大学的物理系系馆里，有200个座位的演讲厅。但是阮毋是来参加物理学的研讨会吼，研究讨论吼，研讨会吼。你是来听一位基督徒物理学家用一种教酒的迄种真假的即个声音来甲阮讲，为虾米科学会当证明上帝存在？等下我先来翻译一个纯酒般的低沉嗓音，你要安怎翻？首先，我得来先查一下纯酒。纯酒什么意思呢？是指口味真厚、香气真纯正的米酒吼。所以我讲厚酒，我拄则咱翻做厚酒吼，迄是我直接讲伊是较厚的酒啦吼。即个词类定定是用伫咧形容发酵完备吼，酒是真一些醇厚的即个佳酿吼。哇，即个汉字拢袂晓读吼。纯酒的纯来查一下哈。哎哟，甘蔗为什么甘蔗？哦，我即摆知影为什么甘蔗顶我加一个空白，所以伊都查袂着。纯酒吼，读做纯酒就是厚酒，就是好酒吼，所以。翻做高酒、好酒是恁都会使啦吼，当然你会当直接翻做纯酒吼，但是大家听无啦。当然讲久的大家听无纯酒吼。OK， 来听一位基督徒物理学家用纯酒一般的低沉嗓音吼，低沉台语无法度直接两字拢翻啊，就是真假啦吼，嗓音。这里上你让他看嘛，上叫做爽哦，那意思是那后摇公要破边。偏老烂的意思，叫做爽。马破边，应该是讲马破边伊偏的老烂吼，叫做爽。这是即个汉字的意思啦吼。那后叫做爽吼。我看大理大书顶有小字。无。OK， 所以低沉嗓音、真假的怂音，吼，当然无台语无安尼讲吼，真假的声音，哦，我一时我想袂到什么翻译吼，为伫就是即个意思吼。来听一位基督徒物理学家用。纯酒一般真假的声音来甲阮讲，为虾米科学会当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咱就叫伊叫做 Kirk 吧，就是即个物理学家啦吼。毕竟这嘛是伊的真名吼，即个人写文章调工安尼吼，咱就是来叫伊叫做 Kirk 吼。毕竟这嘛是伊的真名。
克克无提起到即个平行宇宙，实在是互人真意外吼。伊认为讲，甲人类的意识放伫核心的位置去思考量子力学才有意义吼。甲啥物放伫核心，放伫中央的位置，甲人类的意识吼，意识一直是伫个量子力学内底一个主题啦吼，就是讲，伫本来伫物理学是袂甲人的意识放伫个即个研究内底，放伫个即个学问内底。物理就是物嘛，物件的道理嘛。为虾米人类的意识变伫内底吼？迄是量子力学才会出现的吼。当然以后咱会讲到吼，因为伊含你人有你看无你看有关系吼。你有你观察无你观察，你有你测量无你测量，迄结果拢无共吼。所以即马讲的即个克克，伊甲认为讲，甲人类的意识放伫迄个核心的位置去思考量子力学才有意义吼。伊是安尼认为吼，这含伊的宗教世界观吼。不无理合吼，就是伊本身的即个宗教的观念嘛是安尼认为吼，因为是基督徒的物理学家嘛吼。伊安尼讲，伊讲，毋是，伊下底是一个 quote 吼，就是 quotation 吼，讲我伫台仔骹气噗噗咧想讲，这嘛伤过拄啊好吼，伤过凑巧，太巧了吧吼。即千拄千尔啦吼，千拄千咱应该较早捌现过吼，捌现过书店捌查过吼，千拄千吼，就是很凑巧吼。这里面想千拄千吼，是想拄啊好啊吼。我伫大家较气噗噗咧想讲，你心目中上有即个说服力吼，诶，量子力学的诠释，就遮尔啊拄好，你支持你家己的信仰吼。听了克克，就是伊就心内就无不服啦，因为伊可能伊无信基督教啊。伊讲你安尼讲是拄啊好呢，是千拄千啦吼。好，听了克克的演讲，我简直是悲愤交加哈！这个简直这种开口的，要安怎翻呢？啊，我嘛袂记啊，我记敢若较早，我讲，我着爱随时啊查一下各位，看提供我参考的吼，我读去吼。好，简直哈！好来用出来去查看觅。台语对应中文，简直顺言根本话呗，这是教育部，毋捌听人讲，真正是以台语。你若去查 TJ 中台历史典可能有吼，我无迄本，我毋知吼。好，但是看起来嘛无人翻啦吼。所以简直到这边来翻啦，华语这个意思真正我袂晓翻吓。就算你要翻做英语嘛，我嘛毋知变哪翻吼。哦 ，even though 怪怪嘛，敢若无介正确吼。好，啊，所以若是 even though 就是安尼吼，就是听了克克的演讲，我真正是悲愤交加吼，真正是吼，悲愤交加，就是也悲伤，也愤怒，也生气啦吼，也要哭，也要气啦吼。哦，我真正是也想要哭，也想要气吼。
转到厝了后，开始就去填教科书一直吐即个遗基笔科直填遗基笔科，看讲是毋是会当伫咧后一回听伊演讲的时阵来反驳理安怎读？反驳辩驳驳斥驳倒驳倒驳赢所以就是驳反驳。看即个驳字台语大词典有诶款查看下。因为驳赢驳倒即种做口语诶台语大词典是有驳辩驳驳话骨就是掠人诶话尾来辩驳驳就我就毋知但是伊佫有受扑克，特别表现甲人无共，叫做扑克毋听过扑所以嘛当读做报歹势报爱读做报喙报喙就是争论口辩报喙，报话就是应话啦报这个我佫毋知影意思所以驳若驳话骨读做驳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辩驳就是辩驳辩驳驳伊毋对什么意思？互伊驳甲大字口，就讲袂出话啦伊驳甲大字口。第二是思虑等等被驳回，叫做 POK 驳回被驳回。例句是互官厅驳出来，就是特件啦互官厅驳出来原单驳回退件嘛原单驳回这学起来啦我相信朋友你嘛可能无学着，你嘛袂晓安尼讲驳回原单驳回特件就对了批驳倒转来批驳倒转来驳倒转来我拢读原条，因为后壁是轻声驳倒转来驳倒转来我煞无啥变调呢这所以批比特件就是批驳倒转来POK另外是驳船平板船，第三个意思就是平板船驳船毋是读做驳船或者是驳啊驳啊就是驳船啦驳啊。我嘛毋捌听过呢即个驳字或者是驳字真侪词会当用各位再去现我买去看转来即本字顶头看一下时间辩驳辩驳我咧找讲会当伫后一回听伊演讲，听即个基督教物理学家演讲的时阵，会当反驳伊的论点。我伫咧一条搁一条的资讯内底，愈陷愈深陷就是陷阱迄个陷越陷越深了愈陷愈深，找出会当将伊叫做一击毙命，即是毙免读避免
消防车。这个笔读做白吼，白面吼，就是死的意思啦吼。另外一个规则讲是精生甲下贱人死的意思，叫做白吼，所以毋是普通人死拢叫白吼，叫做白拢是足下贱的人啦，歹听话啦吼，白吼。看大理大书顶写资料，无大理大书顶无收即个白字吼。OK， 一级白面吼，所以讲看有啥物会当将伊一级白面的角度，吼。大概要哪翻呢？一级白面吼，一时我想袂着呢。一级白面就是一拳就甲拍死啊！哦，或者是还有啥物？哦，一级白面的角度，但是每当我抓准讲家己有找着线索，哦，一个只要是小啊，去深个发话落哦，深去发现了，去发觉，就会发现一个无遐尼啊害的一个正当理由。伊讲即个，当我家己找着，家己抓准讲我家己找着线索，伊即个线索后壁是有规则讲是一个用着的事吼，或者是一个完全无根据的主张，就是即个线索其实是毋是线无，毋是真正是什物线索啦。伊讲只要小可啊，佮斟酌去查看者，去考者，就会当发现讲毋是遐尼啊歹的一个正当理由。就是你写啥我拢看无介有吼，即种翻译可能翻了无好啦吼。所以伫咧1点钟变做2点钟，然后又变做3点钟，应该是你讲伊去找线索吼。无过无偌久，我的查某朋友就开始吼 complain 吼，开始你念讲我拢无爱插伊吼，讲我应该是爱认输才对啦吼，是应该爱认输的时阵啊啦吼。即个经验，互我学着两件代志。第一站，若是讲你和别人同居吼，你伫咧网络顶你进行无意义的敲车，然后添甲伫咧碰椅顶头困去的时间会大受限制吼。这是第一件事啦吼，就是伫你网络顶咧要进行迄个无真正无意义的，踮咧直直查资料吼。你要欠甲伫咧碰椅顶头困的时间，就会缩足短的吼，因为你就无闲通困就对啦吼。第二件事是，我和教宗的共同点，比我所想的还佫较侪吼。我自认讲是一个真谨慎的物理学家，而且对量子力学的各种观点拢知影足透。结果我所看，结果恁看我即卖样吼，我即卖看一个论点，就甲我拍倒伫咧涂骹，也是一个因为感觉无啥对，就被我嗤之以鼻的论点吼。就是我互一个我根本就看袂起的论点吼，拍倒伫咧涂骹啦吼，看我即马即个型吼，所以伊讲我和教宗的共同点比我所想的遐侪吼，无想到啦，无想到讲我竟然讲和教宗即个共同点遮侪吼。意思就是我对物理学完全无了解啦吼，
那敢若高中相款吼，高中敢若捌综合新学嘛。好，接有什么书爱早来看一下呢？嗤之以鼻哈，嗤之以鼻，咱来看，嗤是什么意思？对了，人的笑叫做痴了哈，台语读做痴。哦，嗤之以鼻哈，用鼻啊去嗤啦，啼笑啦哈，我讲嘲笑哈，叫做嗤哈。OK， 莫误会，我并无要说服你，我无要说服你去相信量子意识哈 ，quantum consciousness 哈，我毋是要说服你去相信量子意识，啥物叫量子意识我嘛毋知哈，但是无法度否认的是，量子意识是毋是讲咱人的思考哈，咱意识流啦吼，就是你脑筋内底想代志，其实你会感觉伊是连续，无你断的嘛吼。但是你讲量子意识变成讲，其实伊是一段一段接起来吼。我毋知这是毋是量子意识啦，可能是啦吼。来 Google 一下好，量子意识。量子意识理论吼，是一个科学猜想吼，认为讲经典物理无法度完全解释意识的产生，就是古早即个经典物理，或者是咱所学的咱伫差不多是初中以前吼所学的初中所学的物理吼，经典物理啊吼，无法度解释意识的产生嘛吼，你读到内底想啥？为什么会当想？这意识到底啥物件，拢无法度解释吼。所以根本物理就是物嘛吼，无心的物件吼。讲即个大脑的运作，可能会就是你头脑筋吼，你运作可能有涉及量子力学即种现象。讲这是一个科学猜想啊，认为讲即个大脑的运作吼。大脑，然后会当可能是涉及到量子力学的现象，譬如讲量子的特点吼，量子纠缠吼，含量子的叠加吼。虽然伊为探索心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伫主流科学吼，主流科学界然后永远是极具争议吼，就是主流科学界其实对用量子力学去解释心智吼，解释意识，其实原来个大家原来个真晚的啦吼。这是量子意识，所以我拄则讲的差不多啦吼。我拄则讲，你人的意识是量子，就是量子的意思，就是分做一粒安尼嘛吼。好，咱转来看吼，讲我并无要说服你去相信量子意识，但是无法度否认的是啥物呢？意识确实是物理学的基本元素。意识是物理学的基本元素。这个观念无大家所想的遐尼啊，这个疯狂也遐尼啊笑哟，遐尼啊。那敢若起笑吼，毋是吼，意识是物理学的基本元素吼。伊讲包括大部分的物理学家并无大部分的物理学家所想的遐尼啊，那敢若起笑吼，那敢若笑吼。量子力学就是安尼物件，伊强迫咱去思考吼，一看之下，那敢若真科幻的代志吼。幻是科幻的幻，科幻的幻应该是幻吧。
幻，歹势第三条吼，幻吼，所以幻想变成幻象吼。好。伊强迫就是量子力学，伊强迫咱去思考一看之下真科幻的代志吼，是毋是真正有可能会发生吼？就是强迫咱去思考到底是，你感觉真科幻哦，那敢若就现的吼，就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你可能伫用量子力学的角度，伊会强迫你去思考，无定真正会可能会发生吼。譬如讲，你人个软个一堵壁吼，因为量子力学伫即个微观的世界是真正有法度吼，就是你会当软个一堵壁安尼啦吼。但是迄是微观世界，OK， 伊为咱对世界理解。带来即个历史上上强烈的一种震撼教育啊！所以我拄则讲的，比如讲，人会当软过一堵壁安尼吼，你会感觉我这可能吼？伫微观世界真正做会到吼。所以叫做震撼教育啊！咱来看震撼这两字要哪查，要哪念吼？震撼哦，因为我较早炮兵嘛，震撼教育是就接听到这个词吼。但是大概安怎讲，我嘛今日在学吼。震，本条是震吼，震地震的震吼，震，震动吼，震。撼呢？撼读做撼，或者是读做撼，还是现，还是吼，死就是拍死的意思吼。会现，路会现吼，行路会现，空现，就是即个现的吼。音啦，音是安尼啦吼，现。撼就是摇动吼，讲着。对，撼着吼，撼吼，所以震撼教育吼，震撼教育吼，震撼教育，震撼教育嘛是会当啦吼，撼就是有当嘛吼，震撼教育，震撼教育吼，炮兵拢知影啥物叫震撼教育？震撼教育啦，就是甲人有一个有一个所在，人敢若一个炮堡啦，一个所在外面用迄个阿门土起的足高的啦吼，毋知几十尺的高度的一个空间啊，炮兵人伫咧内底啊，超工用炮兵叫炮兵用炮去拍，互你感受到迄个。炮你拍迄种感觉，叫做震撼教育吼，震撼教育。好，咱转来这本书吼。所以呢，量子力学为咱对世界的理解吼，会当带来这种上强烈的迄种震撼教育吼，震撼教育吼，是史上上强烈的一种吼。历史上吼，上强烈的，伊揭露咱揭露啦吼，揭露，歹势吼，咱台语程度就歹啊，都无读过汉学啊，每一字都爱查，揭露的揭吼。揭歹势无，我拄则读的毋对吼。揭
我记得咱较早定了读的 get， 哦，毋是，咱之前读的是 get 吼，是另外一字是 get， 这两个拢音拢会使，关键音拢有吼 get， 或者是 cat 吼 get 显看显挂。我早一代理大书店用这个词。有吼 ，cat 晓揭晓吼 ，cat 是伊拢用 cat 吼 ，cat 贴本条是 cat 吼 ，cat 贴是攻击人等等的贴吼，黑函呐叫做 cat 贴吼，揭帖吼，揭发嘛吼 ，cat 晓什么代志，cat 发什么代志嘛吼，cat 贴吼 ，cat 是。揭晓，另外一个音是压起来压吼，但是伊的意思是用尖尾去拗起来吼，甲刺压起来，压起来，甲刺压起来，压开压人肺，压人肺毋是人的肺，就是迄个脓血压人肺吼，就是甲肺甲插口开吼，甲用插口开，互肺流出来吼，压人肺。好 ，cat 吼，学一下 cat 字吼。以揭露吼，揭露咱先入为主的观念吼，就是伊揭示啦，揭示咱先入为主的观念。自我意识揭露咱的自我意识，以及咱说服家己相信讲，咱对现实了若即将的混乱过程吼。对，这一句落长是啥物意思？伊讲伊揭露咱的混乱过程啦吼，咱的啥物混乱过程？咱对现实了解的混乱过程吼，混乱啦，歹势顶话是。早个混嘛吼，混是第7条嘛，混乱吼，混乱吼，变调变第3条，所以伊揭露咱先入为主的观念，伊揭露咱的自我意识，以及揭露咱说服家己相信，咱对现实世界了解，咱敢若伊足了解。了若指掌的这种混乱过程吼，揭露这种混乱过程啦吼，混乱过程吼。我读这句其实我嘛看过伊讲揭露啥，我就是揭露这物件吼。那安尼，量子力学到底是如何来描述世界？是啥物？互咱，互现在正做古往今来。诚做人类对现实的理解上互人期待，却也是上无确定的时代。这段是咧写啥？量子力学到底是安怎描述世界？这看有吼，是啥物？互现在诚做上无确定的时代。哦，上无确定就是古往今来。人类对现实的理解，哦，上期待，但是嘛上无确定，哦，就是这个学问，互你对现实的理解会当搁较期待，吼，因为伊会当理解搁较侪嘛，吼，但是嘛会当互你对现实的理解搁较无确定，吼，这就量子力学嘛，吼。要回答即寡问题，拄则讲的即寡问题，量子力学到底是安怎描述世界？是安怎互咱为虾米对现实的理解上确定啦，上无确定吼？要回答即寡问题，就不得不讨论人类自我了解的历史吼。所以后一段就是咱后回要来讲，咱人是安怎自我了解啦？咱安怎理解家己？咱安怎想讲咱人是为虾米会存在？咱人是虾米物件吼？后一段要来讲这代志吼。
好，今仔日读到遮吼，我等下要搁继续加班呢，可怜。好，读到遮啦吼。好，感谢楼骹两位欢迎吼，恁若有兴趣。伊达遮啦吼，伊达先生甲张丹先生吼，歹势无一定是先生，女士嘛有可能吼。哦，张三甲嘉三，欢迎恁吼。啊，后礼拜二嘛是歹势，我会礼拜二吼，各礼拜三吼，早起吼，相关即个时间，咱搁继续来读量子力学入门。我即嘛一礼拜读4本书啦吼，但是呢，我有可能吼，可能过一阵嘛吼，我会找一本我读了上顺，或者是我认为讲对即本内底我会当学出足侪物件，会当学上侪物件吼。我到时阵来专心来读迄几本安尼，啊读煞再来读另外一本安尼吼。因为其实我拢介意读啦，每一本我拢介意读，只是讲安尼跳咧读吼，有时候电话倒咧读到倒我家己袂记吼。好。OK， 所以到时阵来专心吼，注心来读一本安尼吼。好，咱到遮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了吼。Claudia 欢迎你啦，我要关房啊吼。